政府爱台12项建设当中，最重要嘅期间计划投样航空上，上周日能完成都市计划草案公开展览说明会。按照日米要完成都市计划审批，打算喺2030年爱屯投样机场发展做东亚其中一个最重要嘅机场。也台湾清大嘅土地开发案范围有6859公顷，其中有3000公顷要用期摊证书嘅。喺地方上引起其他嘅議論，影響到嘅有2萬嘅住戶哦。投樣人工係比同之鄉，喺航空上企劃度項最少有24號太比同，因為農地冇核嘅可能會廢核。有學者專家講，下一個時代係全世界都睇搶水嘅時代，有一個藍金嘅水鄉投樣，我用嚟替水流下來呢。我哋分兩部分來報道。先來認識航空上係乜嘅，會拆係的，又係按度乜嘅。咱後擺現在所有攏愛拆掉啊咧，攏愛拆掉。民眾喺上一季因為討厭航空上計劃已經開始嘅，佢也看到作為存入規片嘅記錄，3年過後做起模特。變做桃園國際機場嘅鐵山跑道，不過強用喺度跑道範圍度，所留下嘅一太搭總高用地，民眾知道都唔公當。機場的徵收案，對我們竹圍海口沙崙後座4村的村民是非常的不公平。為什麼大家還產生一個很大的疑問，就是為什麼福海宮可以留下來，我們百姓就要用很賤價的方式要把我們徵收掉了。這一塊是我們福海宮福海宮他說信仰中心嘛，那這些信徒所要求的，說要留置嘛，那他旁邊這邊呢，也有一間廟，這邊是劉府王爺，那這間廟呢，相對這間廟是比較外邊的啦，也比較邊緣的啦，相對它有原位置保留的層數應該要比較高嘛。民航局也有曾經評估過，那基本上不會影響這個飛航的一個安全哦。那廟方這邊也建議說，是不是這個廟宇能夠保留？那經過民航局的分析哦，那原則上是在這一次的草案，我們是把它規劃保留下來。那它的用意或許可以來保佑我們將來的一個飛航的一個安全。主頭福海宮電影一公里內清少有4間廟，不過搶留下1間，引起附近民眾嘅議論。到底航空上嘅期攤證書標準係乜嘅呢？實際上航空上計劃準備係19年呢，做到前副總統李秀蓮做桃園縣長家下就提出嘅想法，經過嘅前桃園縣長也係新北市長朱立倫修正計劃過後3萬提倡，到也係縣長吳志揚因為做係公告證書嘅。航空城計劃目前是台灣最大的一個土地開發的計劃。那馬英九總統也把它列為那個愛台12項建設裡面的一個旗艦計劃。都市計劃的一個新定都市計劃面積大概是4791公頃，那區段徵收是3073公頃哦。那主要是取得這個第3跑道的用地，以及這個自由貿易港區的用地。所講嘅期攤證書係地價式嘅證書，政府對一定地區內土地做清證書，重新規劃整理，用開發完成過後，按生活費嘅地價，將部分土地還原來嘅土地所有權人。桃園航空上開發嘅期攤證書事件，內政部同今年代會審聽都市計劃內容。嗰年103年起時，桃園縣政府會針對3000公頃範圍查估地上物。完成所有權人的清查過後，再報到行政院送去中央的土地證書審議小組審查證書案，按算到108年以前會完成證書。公告徵收可能會在104年的6月到10月之間，因為面積太大了，所以地政單位可能會分批來公告徵收。那公告徵收完了之後，我們才可以進場施工。才可以進場施工。那麼大的面積，可能預計也要施工個2-3年，所以土地所有權人的抵價地抽籤發回的一個時間點，應該會在107年跟108年。
和桃园航空上的公开展览说明会上，民众经批评，还有人看到朴作的冷冷棍，唔敢土地根本政府证书。和台湾历史上，航空上也有素材係本政府大面积证书千多倍的提起。日本属的做机场係第一倍证书。民国60年代传统生态建设有证书的一半，也係愛台生意項建設係第3倍證書。民国61年的时候，机场征收了一次，我们一甲土地换不到一栋房子。40几年来，我们勤勤俭俭，看不到这间厝啊！你政府说征收就征收，我们要为的国家的重大建设，又来再次牺牲。民国62年迄个时阵。国际银行来遮开始征收，伫迄个时阵啦，阮德维街套桃园这条路来讲法咯，会使讲开始你闹热啦，工厂啥物款边仔拢起甲捌啦。国际银行开始来征收落去，征收落就来甲阮架转去，了后甲阮限价、限关，啊搁限制阮遮袂使做都市计划，所以讲阮遮居民直直流失去。规则航空上天天气计划包含交通部的机场延期，同桃园县政府规划府区的地区的建设计划，将交通部的证书的第3跑道范围内只有3间国设为废岗。对今年航空上证书计划确定过后，线上详细开走，府区的村民要求天初先安置，迁村过后再来废岗，小朋友读书则唔会唔理偏，影响到暑假期。难过的是，因为我们有某些学校，他们的老师都已经纷纷的填调动了，然后也影响到我们学生的心情，然后学生回家就告诉家长，那家长也带着那种不安定的心情啊。村民诉求的是先建后拆，希望在我们未来安置的地方，先将学校还有我们的家先盖好。我们现在乡民是8万多嘛，那你这次要迁差不多9500多户，2万至3万人要移动嘛。那你讲没有先安置的话，哈，让他们走了以后，我相信日后大营乡剩下差不多5、6万人。我是希望说他在空军机场这边呢，要分底价地的部分哈，以60分贝线作为基准点，60分贝线以外先开发。60分贝线讲的係機場頭腦上的範圍線，先安置再開發。先前到太原最有利的，太原鄉本單有19村，兼空軍機場的建華村，同民國95年時節因為改錯建村，駛到桂山鄉的綠港線上，都係先安置後勢再遷村的。民眾不滿的係，安樣的廠樣的安置，又安樣的證書補償咯，加多金和沙漠。我们现在都一无所知啊！你怎样征收我们？我们征收的土地是房子是1坪换1坪，还是他们2坪来换我们1坪？老百姓总是要生存下去，官逼民反的典型。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如何征收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放在哪个地方，我们才会何去何从。我们的痛苦在这里，所以说官逼民反才有这个自救会的成立。乡亲不能够以说。要求1坪换1坪的这种结构来森林底价地哈，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要看你的个案分析哈。那个案分析的结果，当然目前安置地的部分，我们会选择比较好的一个位置，让民众来做选择哈。所以配回去的层数，也有可能你的一坪会分回去会比1坪还多。我个人觉得第3跑道是否要辟设啊，我个人其实是那个保留态度，因为像那个香港的赤辣椒机场，你只有2条跑道啊，人家还是排行不到我们远远在我们的前面，就是我们的管理问题。台湾同香港、新加坡主导争取要做亚洲机场的转运中心。新加坡中宜機場講起停車航站，當即刻維持2線 TV 時節。桃園機場一向沒有規劃有表現，是唔過航空上計劃更有必要，加未來發展有拖耐咯。檢查到2023年大規模遷徙，有鳥價格將會超支。政府停車有足足嘅理由，講到人啱頭，唔係政府自家險嘟嘟嘅，作為民眾走定行走定做。